好啦，咁咧呢一個嘅實用文咧係佢個形式咧唔係話好似佢之後嘅真卷啦。講多次就係咧呢一種實用文嘅考法咧，其實淨係進行咗2年啫。2024年係第一年，2025年係第二年嚇。2025年嘅答案你暫時都仲未有嚇。咁但係咧佢進行咗嗰2年咧，佢個形式咧就唔似呢一份嘅。OK， 呢一份咧係考評局咧一開頭話要做實用文嘅時候咧，咁當然啲老師就會話：喂，大佬唔識教喎，你想點考啊？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出咗2份嘅練習卷。OK， 咁呢個係第一份嚟嘅。咁佢係宇宙無敵唔似嘅，唔似佢最後考嘅嘢嘅。OK， 咁所以咧呢份咧你會上網咧 download 到佢嘅 marking scheme 嘅，係冇乜特別值得睇嘅嘢嘅。OK， 同埋佢嘅改法咧都唔似真嘅 DSE， 所以咧我就用真嘅 DSE 嘅改法改嘅，就唔係你上網 download 到嗰份答案。OK， 咁點樣為之真嘅改法咧？就係佢最近2年咧都係背景係2分，跟住即係嗰個內容個任務係8分咁樣做嘅。OK， 咁所以咧我就用呢種改法嚇。咁就然之後仲有咧，就係佢都仲未諗清楚個背景點樣出嘅，所以佢今次要求嗰個背景要求好多嘢。咁但係佢真卷係清晰好多嘅，即係佢要你背景寫啲咩，佢清晰好多嘅。OK， 咁所以咧今次個背景低分咧，又唔需要話覺得太棘嘅。OK， 但係咧好多同學唔識寫評論係真嘅。OK， 咁所以咧我就會同大家講一講咧，即係評論點樣做嚇。咁所以點解今次內容低分咧？因為個評論唔係評論啊。OK， 好啦，咁咧就我哋嚟好簡單，我哋先去審一審題先。我咪錄緊影啊，係錄緊。OK， 好。咁咧首先咧，我哋望下你係林青青活化善人小學關注組主席。咁咧呢個就冇人錯嘅，但係咧喺語氣上有啲嘢要留意嘅，就係活化善人小學關注組咧就唔一定係屬於南區嘅。咁所以咧，你話南區咧，你就唔應該叫本區，因為你唔一定係南區嘅。咁所以咧叫南區得啦 ，OK？ 好啦，刊登於香城南區區報評論文章。咁所以咧睇嘅人咧，應該就即係南區嘅居民啦 ，OK？ 咁換言之，最後一段你應該寫啲咩？睇嘅人係南區嘅居民，咁最後一段你應該要寫嘅嘢就會係講呢一個活化方案點樣可以保留到南區嘅特色啦，係咪啊？點樣可以滿足到南區居民嘅期望啦？希望透過呢個方案為即係南區嘅保育出一分力等等等等。咁但係好多人最後一段都唔識寫 ，OK？ 好啦，咁然之後係就南區區議會活化善人小學方案提出看法 ，OK？ 咁呢個咧就大部分同學都知要做乜嘅。好啦，我哋審審題先 ，OK？ 好。望下，樂漁村大背景幫我寫低下。你呢一個方案係活化善人小學方案啊嘛，所以好樣。呢個小背景講過好多次，一字不認，唔好改人哋個名。OK， 仲有人哋叫南區區議會，唔係南區議會。OK， 呢啲嘢唔改得嘅個名。OK， 得唔得？咁咧民間生活館咧就佢冇要求，我今次改都冇捉你呢個詞語，我今次改都冇捉你呢個詞語，但係咧，我會希望同學都 get 到呢樣嘢係你要提及嘅嘢嚟嘅 ，OK？ 好啦，咁呢個係一個小背景嘅部分嚇。咁喺大背景嗰度咧，我會期望你哋可以寫到樂漁村係200幾年歷史嘅村落。如果唔係，佢個學校有咩保育價值啊？跟住然之後，善行小學係地標，呢個真係冇奶油寫唔到嘅。冇奶又寫唔到呢個嘅 ，OK？ 跟住然之後咧，係你應該喺後邊能夠回應得到，你唔使喺大背景 exactly 第一段嗰度寫，但係咧你後邊應該能夠應到嘅咧係佢係為該村及漁民子弟提供上學讀書嘅機會，成為首間由私塾轉官立嘅學校，你後邊應該能夠提及到嘅。如果唔係嗰個後邊講嗰個即係。你後邊嗰個展示廊講善行小學校史，你有啲咩校史可以講？係咪？咁所以你應該有回應得到嘅。好啦，跟住然之後咧，停辦10年校舍廢置呢個一定要第一段有。
佢啦。所以你呢個一定應該係要講嘅 ，OK？ 好啦，咁所以咧喺大背景嗰部分咧，好多人都攞唔足分就係咁解啦。OK， 都呢個係佢嘅要求，冇辦法啦嚇，佢話要。好啦，下邊目標方面係使下一代認識香城早期教育嘅特色。OK， 呢個你一定要回應，咁啊應該90%人都有回應得到嘅。但係咧嗰個方案嘅內容要全部都能夠掂到。首先展示廊一定要應到，跟住咧係現行小學校史同埋香城早期教育發展。OK， 呢3個元素你一定要喺你嗰一段嗰度有提及。OK， 所以咧你會見到咧，你抄嘅部分我係有落剔剔嘅。OK， 展示廊應該咁講，呢個目標咧你有我應該有俾個剔嚟嘅，跟住展示廊有我應該有個剔俾你嘅。現行小學校史有我俾個剔，跟住早期教育發展有我俾個剔。嗱之後嘅 DSE 咧，佢好重視咧係你抄你去回應嗰個活動嘅細節，回應得足唔足嘅。OK， 所以呢樣嘢你要留意。OK， 揀到個重點出嚟回應。好啦，跟住生活體驗中心舉辦農耕生活體驗活動。OK， 咁然之後個目標係咧鄉村生活有聯繫。OK， 得唔得？咁咧呢度 呢度3嚿都要應晒。OK， 好啦，咁所以咧有啲同學咧就會甩咗一啲啦，譬如話呢度咧甩咗早期教育發展，或者甩咗考試，咁都唔理想。OK， 得唔得？好啦，跟住下邊咯喎，係你係活化現行小學關注組，咁所以咧你要睇下究竟係講唔講到咧係見證本村由村民辦學特色同埋重現本村漁村生活咁樣嚇，呢個都要認一認嘅。OK 嚇。好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你嘅內容入邊要有咁多嘢，咁但係於是咧，你就要諗一樣嘢咯喎，就係你要評論。咁乜嘢叫做評論咧？好啦，我哋嚟望一望咩叫評論。首先咧，提出看法。乜嘢叫做看法？請你幫我碼低。首先第一件事立場，我唔要陳述。乜嘢意思？有啲同學今次內容俾我撳到好低分，因為咧你嗰2段係講緊呢個方案有咩目標，你唔係講緊你對呢個方案嘅目標嘅看法有分別嘅。OK， 咁你一定 fail。如果你淨係講嘅係今次呢個方案咧有2個目標，第一個目標咧就係使下一代認識香城早期教育的特色，所以咧就會有展示廊、有校史、有早期發展。咁然之後咧現行小學嘅校史就有呢啲，跟住咧早期教育發展咧就會有呢啲句號。咁你呢個唔係評論，你呢個係陳述。明我講得幾舉手 ？OK， 可以。所以咧提出看法，請你幫我抄低。首先第一件事你有個立場。即係話你覺得呢個目標係點樣㗎？係好嘅，係唔好嘅，係有意義嘅，係做難以實行嘅。呢啲我哋就叫做係我嘅立場啦。OK， 然後你要提出理據，即係你有個 point， 然之後咧你要扣翻住嗰個嘅方案嘅內容去論述。OK， 所以咧首先我哋分到評論同埋陳述先。OK， 好啦，咁我點樣講好啲咧？咁樣嗱，抄低個筆記就係當你要評論一樣嘢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評論？有啲簡單嘅框架。第一樣，我哋可以分就係目的同埋手段。我去評論一樣嘢有2個大方向，一個目的，一個手段。首先第一件事就係你覺得呢個方案佢要嘅目的本身好，本身啱唔啱？嗱，個諗法嚟嘅啫，你可以篩選嘅。OK， 得唔得？呢啲係 for 你諗嘅一啲 idea。個目的有冇意義啊？好有意義嘅，咁你已經係一個 point 嚟㗎咯。個目的適唔適切啊？例如話係的確係有意義嘅，但係唔適合佢哋咯。咁都可以係個 point 嚟係嘛？咁所以咧呢個可能性 OK， 目的方面去評論。好啦，咁然之後咧，我哋亦都可以從手段方面去評論。咁手段即係咩？譬如話，我有呢個目的，但係咧呢個手段冇成效，咁就叫做從手段方面評論。我亦都可以講咧，就係喂，呢個目的係好嘅，但係咧你呢個方案咧弊大
跟住咩都唔俾做咁樣，淨係操卷啫咁樣，係同操卷無關嘅嘢全部都唔教咁可能價值取向上就唔係幾好啦咁樣。咁所以咧係呢啲係一啲導引思路嘅諗法。咁所以我哋嚟望下我哋嘅兩個目標，有啲乜嘢可能嘅諗法啊？譬如話使下一代認識香城嘅早期教育特色，呢個係個目標係咪啊？咁然之後方案嘅內容係設置展示廊，介紹善行小學校史及香城早期教育發展，係咪？咁然之後係本村嘅居民係想見證本村由村民辦學的特色。好啦，咁我可以點樣講呢？我可以從目的去講呢件事有意義。咁我可以講啲咩？我可以話呢，嗱，我哋香城咧係由一個漁村嗱，呢一個實用文咧，我哋係可以扮佢係香港咁樣寫嘅，但係你唔好落香港 ，OK？香城我哋從一個漁村去發展到今日一個輝煌嘅大都市咧，咁我哋嘅根、我哋嘅歷史、我哋嘅背景咧，都係有我哋即係有佢存在價值，我哋嘅現代人咧應該要知道嘅，咁咧令到我哋咧咁樣先可以令到我哋去感念我哋以前奮進嘅日子嚇，咁我哋嘅獅子山下嘅精神咁樣，所以咧係早期教育嘅特色，俾佢哋知道咧，其實係好重要嘅，等佢哋欣賞得到以前人嘅努力，所以呢個目的係有意義嘅。咁然之後再去講啦，咁所以展示廊校史早期教育發展呢啲具體嘅措施可以係點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就用咗呢個分啦，令我講得幾句先。明係咪？好啦，咁我都可以話佢唔好嘅喎。例如話咧係目的同埋手段兩者唔切合喎。例如話係要認識香城早期教育嘅特色咁樣，但係咧展示廊介紹校史，我覺得展示廊呢個方法唔好，都得嘅。展示廊點解唔好啊？單向咯，或者換咯，都得嘅喎。我中意體驗咁樣，咁都得。甚至我可以點咧？我可以話呢一個即係目標本身唔好都得嘅。呢個目標唔適切，點解唔適切啊？因為呢個善行小學係屬於我哋落漁村嘅。如果用嚟講成個香城就唔好啦。咁然之後你就作佢身上都得。所以咧呢個先至叫做評論。OK？ 咁我哋咧可以提應該大家炒嘅都知自己點樣炒啦，係咪？OK， 好，咁所以咧呢個位係比較重要，點樣寫一個評論嚇？好啦，咁我哋咧可以去望一望咧我哋嘅一啲我跟嗰個 marking scheme 嚇，今次。咁咧今次跟個 marking scheme 咧就係咁樣嘅。首先咧係最頂有一個2分嘅分啦。咁呢個2分嘅分咧就係呢度1分。南區區議會提出活化善行小學方案。南區區議會同埋活化善行小學方案兩個字眼要齊備先有呢1分。知道嗎？好嘅，好。咁然之後咧上邊嘅呢一啲大背景 ，OK， 咁就我要執咧係8年歷史啦。地標啦，跟住停辦10年校舍廢置 ，OK， 呢啲位我都要見到嘅 ，OK， 有唔齊嘅就會扣分 ，OK， 好啦，咁下邊就話評論 ，OK， 咁就係要緊扣到方案背景內容啦，從村民嘅期望出發 ，OK， 評論有啲舉如即係只係有呢啲參考啫，唔一定要咁樣寫嘅 ，OK， 咁所以咧個目標係咁啦，咁個內容係咁啦，村民期望係咁。咁所以咧有呢啲嘅方案嘅可能性 ，OK 得唔得？畫啦，你可以話佢唔好都得嘅 ，OK。咁然之後結尾重新重建嘅意義或者重要性，呢個應該一定要講㗎啦。你冇理由反對重建㗎嘛？咁所以重建本身嘅意義，你一定應該係最後一段有講嘅，但係好多人唔知最後一段要寫乜 ，OK。跟住然之後仲有嗱呢一個咧，就視乎你個內容係咩啦。如果你話佢個方案唔好，或者話佢個目標唔好，你應該期望佢能夠接納你嘅意見有所修訂。但係如果你係讚佢個方案，讚到不得了嘅，唔單止目標好，方案細節都好嘅話咧，咁你最後就可能係
呢個方案咧真係一個非常之圓滿嘅方案啦。咁希望咧就係區議會咧係可以盡快落實啦，咁令到乜乜乜，OK 就住你嘅內容去收緊嘅，OK 但係一定要有回應翻區議會俾到佢期望呢樣嘢。所以最後一段有啲人咧寫到咧非常之 hea， 咁係有扣分 ，OK 好啦，咁我哋嚟望一望點解可以冇標題啊 ？Excuse me。咁請問你認為呢一個？請問你認為你呢一個嘅評論文章係即係有咩格式？然而並沒有，係咪？好啦，咁我哋咧可以碌一碌咧，係一啲即係高分嘅範文，係你哋嘅師兄師姐嘅 ，OK 嚇。咁咧就佢呢個背景唔係寫得好飽滿啊，但係唔好理啦嚇。活化善行不容緩，香城文化更輝煌，係強行光彩換好似好啲啊，因為呢個。有啲奇怪嚇，咁但係佢都想押韻啦。咁啊，樂園村善人小學停辦近10年啦，咁就佢個背景有少少防啦，OK 嚇。南區區議會有個咁嘅方案嚇，防止舊時嘅文化沒落。嗱，點樣攞修辭啊？點樣寫得好少少，係令到人哋覺得你真係你對呢間小學嘅愛係強烈到你願意去做佢嘅關注組嘅主席。有冇愛啊？你篇嘢，你有冇愛啊？你有冇對呢個活化善行小學嘅愛，你有冇呈現你嘅愛出嚟啊 ？OK， 你嘅熱誠 ，OK 嚇。作為呢一段咧，本人對此係深感認同。請問你第一段最後有冇寫低你嘅評論嘅看法係乜嘢？你成篇文章有冇揾到你嘅看法？究竟以一句説話包含咗係乜嘢？深感認同咪就係你看法咯，係咪？好啦，繼續啊。首先咧係影響深遠，於是能夠使下一代認識香城早期教育嘅目標。然之後咧就有講到善行小學佢嘅價值係乜嘢，咁所以咧係香城教育發展嘅先驅，所以佢意義深遠。嗱，展示廊見到佢回應翻個內容啦，咁就係介紹校史早期教育發展史，咁然之後使我哋望下嗰個意義，佢話意義深遠啊嘛，咁即係有咩意義？我哋嚟望下。舊時教育文化咧，同素未謀面嘅下一代有更深嘅了解，唔單止可以增廣見聞，仲可以引發對香城文化欣賞、對香城市民身份嘅歸屬感，呢個就係佢嘅意義啦。係要吹到 grand 到呢個地步嘅，係咪即刻覺得哇唔係喎，即係搞唔掂呢個方案都幾正喎？你睇完覺得唉正咁你就成功啦。OK， 好啦，咁然之後下一段咯喎，其次。咁就係因為佢係地標啦，香村色彩濃厚，所以咧同鄉城生活有聯繫嘅目標就恰如其分，非常好啦。OK， 好啦，樂漁村咧係擁有200幾年歷史嘅臨海村落啦，咁又係地標喎，咁樣咁就可以咧一覽無遺啦。咁有生活體驗中心，搞農耕生活體驗活動，咁呢個特有鄉村風貌咁，然之後就可以咧你望下喎，使市民與昔日鄉村生活聯繫啦，感受鄉村生活文化珍貴。然之後仲要點啊？同心捍衛我哋香城嘅舊有文化喎！你真係吹到幾大㗎？好啦，簡單啦，就升自己一班。好啦，總括而言啦，就係、就個目標好好啦，咁所以期望各界咧鼎力支持咁樣嚇。避免香城早期教育及鄉村生活嘅文化喺歲月之中抖落咗佢嘅顏色。能於香城歷史上久久流放，呢個都係即場吹嘅，係即場作嘅，唔係佢拎翻去嘅。OK 嚇，呢個人係即係吹水之後女同學嚟嘅。好啦，咁啊文筆就好好。OK， 好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可以睇睇呢個同學啦。咁你係咪一定要讚㗎？唔一定嘅，你可以彈嘅 ，OK？ 咁就係佢話活化善行新焦點啦，宜重漁村粵特色咁樣嚇，即係話佢呢一句咧係能夠總括晒佢文章嘅內容。今次都仲有2個同學，你嘅所謂標題係活化善行小學方案。Excuse me， 你呢篇嘢係方案嚟嘅咩？你呢篇嘢係對方案嘅評論啊嘛，而且有冇同你講過咁樣你同冇標題係冇分別啊？
OK， 所以即係俾少誠意得唔得嚇？你咁樣寫其實同冇真係堅冇分別啦。好啦，咁啊隨住城市嘅迅速發展，所以善行小學咧就被廢置近10年啦。唔講啦，因為要食飯。